宣调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。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，保护你的的确无拄面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也我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嘛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现在请咱备办好恁的心，咱要做三甲来祈祷。非常的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我继续要透过网顶的这个礼拜，伫我家己的厝内，也是伫教会内面来敬拜你。求主你的怜悯，我用着心灵、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主你的圣尊名，咱就要。然后我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教会，我们针对上帝侍奉一个管道来哦，亲爱的阿妈，俾上帝，我求你的圣神来帮助我，做一块无羞无脸的态度，因为我无法你针对罗地家教会一块，互上帝开出去的。我有安静的心思来敬拜你，也互阮心的这个悔改，也会当得到主你的救恩。那阮能够继续为着美国、台湾来祈祷，伫这个真严重肺炎病毒还阁无消失以前，唔通互阮互这个病毒疫情所困扰着。我唔通专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，但今日虽讲有新的这个病毒了啦，你感染各所在，就是美国因着疫苗注射渐渐普遍化，疫情也渐渐稳定落来。那我的故乡台湾，最近也因着这个疫苗不断的散入去。也已经开始大规模来施打这个疫苗，虽然有发生一寡零星的这个个案，有淡薄仔年纪较大的这个长辈，因为施打这个疫苗了后，有淡薄仔严重的反应，有的甚至死亡。但真正我唔知影，这是不是甲疫苗有关联？求主你来施恩怜悯。我这些长辈都会当平平安安来拍这个疫苗，因为经过普遍化的这个疫苗的施打，才会当有效果来阻止这个疫情继续来扩大。
我也真感谢伫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，这个防疫中心，这个兄弟姊妹，大家努力做工，求天要上个纪念着伊的疼心，伊的付出，也帮助政府所做的这个疫苗，会当真紧通进入台湾，好疫苗通拍入去。2300万用心不足的身躯顶，来减少一寡这个社区的交叉感染。因为这个防疫等于是一个作战的中间，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会当完全的配合，也使了全台有一个合一的心，所以来对抗这个病毒，共同来渡过这个难关。大家来完美不失败，来到主理的时不足前，因着谦卑来共听主理的话，看到主理的先洁净罗卜的水，相信也来感透阮的心，赐甲阮的意念，互阮通得到福气，过一个蒙恩的一个日子。互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Like me, I was lost, but now heaven was bright, but now I see. 咱做伙来听上帝话。记载伫马太福音18章第5节到第7节，以及第10节。第5节，既然伫我的名接纳这号细汉囡仔的一个，就是接纳我。若有人互信我的人中间，迷失一个人犯罪，伊宁可互人用大石磨、白带、颔棍，甲伊潜落去深海。这世间惨啊！因为有引起人犯罪的代志。世间难免有引起人犯罪的代志，总是引起人犯罪的迄个人有灾祸了。第10节。恁着谨慎，无得看见这个迷失中的一个，因为我甲恁讲，伊的天使伫天灵，常常记我伫天灵的爸的面。这是上帝话，记若读，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。因为日期近啊，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。耶稣疼我，我知明。耶稣疼我，我知明。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为救有提数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所听我有时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的罪过已洗净，予伊洗净就来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
所听有记载于圣经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伫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伊到宝贝，伊要带我见天父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
所听我三十行，在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你到宝贝，你要带我天天飞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身边。所听我在面，因为你在你身边。心安定那许愿望，耶稣为救天主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身边。所听我有时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的嘴巴已细心，可以细行就来去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身边。所听我三十行，在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你到宝贝，你要带我天天飞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身边。各位亲爱的乡亲、师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有一个暗暝，这个真伟大的布道家做穆迪牧师，等于对当地一个教会做完这个布道会转来，伊的朋友就问伊讲：穆迪牧师，今日暗时的这个布道会内面，有偌济人来信主。那么这位出名的这个布道家，伊就提出个镜头来算算咧。哦，有啦，有3个半。伊的朋友接受讲：哦，真好真好，就是3个大人，一个囡仔嘛。总是穆迪牧师甲伊回答讲：毋是啦，是3个囡仔甲一个大人。这朋友听了无啥啥。无明白的款式，所以穆迪牧师就甲伊解释讲：一个大人，敢若剩一半的人生会通为主来活，总是囡仔呢。因为规世人有真长的这个时间来认捌主耶，来认捌上帝，以及侍奉上帝。所以今日有大多数人伫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第10节的时，讲毋通看见这世界的一个的时阵，一定拢会讲吼。当我将来毋捌看见一个囡仔，一个细汉囡，我拢毋捌啦。我毋捌去轻看这个细汉囡仔。总是当主要说你讲即句话时，并毋是
伫经过遐个伫虐待儿童遐个人，乃是对当时的学生伫讲的。当然顶礼拜吼，拄过完即个父亲节吼，所以今仔日咱要来谈即个囡仔的即个代志。有一摆吼，有人带着细汉囡仔来见主耶稣，爱主耶稣甲因换手来祈祷，总是却遭遇到学生的责备，所以说真生气。伫即个马可福音10章14节，伊对学生讲：用阮细囝来我遮，毋通禁止因，伊是伫天国的，拢拄是即款的人。主耶稣的确是咱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伊看重每一个囡仔，细汉囡仔，伊也爱咱安尼去做。那么摕到即个看轻即个名词，咱拢去联想到即个讨厌、厌恶，也是看袂起，这方面来思想。伫即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0节有讲吼，讲毋通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即个藐视甲看轻，伫即个希腊的原文内底所用的拢是共款一个字。咱对即个旧约先知的作物内面，来对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即个看轻的意思，即句话咱就通明白主耶稣讲即句的意思到底是甚物。第一项，旧约先知的话常常会被压制，因为人拢毋准先知将话甲伊讲出来。啊，想看觅咧，常常嘛有大人伫身躯边的时阵，兼毋是常常嘛叫囡仔讲点点，袂使讲话。但常常爱讲囡仔人有耳无喙，有骹三伙啊，也袂当放屁。你毋通乱讲话。这个是时时大人的这个权威，要来压制这个小朋友、这个囡仔。第二项，这个旧约先知的话，往往是不当的理由来利用，或者是受这个扭曲这个事实，也是讲被用伫上帝旨意以外这个目的。来想看觅咧，咱是不是常常也利用着囡仔因来满足大人的这个心呢？讲出来毋对这个动机呢？譬如讲吼，当老爸老母，当囡仔伫厝内接到因无要听的电话的时阵，常常会细声甲囡仔讲：“嘘，甲伊讲，阮爸爸、阮妈妈拢无伫咧。”这个囡仔当作一个叫做挡箭牌吼，甲伊挡掉了。毋过这个天真的囡仔，往往就会安尼讲：“哦。”阮爸爸、阮妈妈讲叫我甲恁讲吼，讲因拢无伫咧啦。哦，囡仔足古锥的吼，所以会讲老实话。所以第三呢，嗰先知的话被当作是鸡毛蒜头皮，迄款的小可代志尔定，所以就无受重视。所以有时阵咱袂看重囡仔因的内心的需要。将囡仔的要求就甲伊当作是鸡毛，还是蒜头皮，迄款的小可大代志。包括一个爱拍麻将的这个妈妈，因为无想要伫，互囡仔伫伊拄咧拍麻将的真趣味的时，来甲伊搅扰，就会互囡仔几张银票，叫伊家己去买物件学别食咧。所以无怪小朋友就食出这个病来，因为欠过妈妈的这个关怀佮疼心。那么回想这几年来，我伫过两间教会有看到，有真侪这个细囝因受洗礼了后，总是教会当局并无有好好的这个规划，来帮助这个囡仔因甲主耶稣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。伫这个灵性方面的成长的顶面，嘛无去注意到，囡仔真正是需要什么？主耶稣讲，这款就是看轻因的意思。这个囡仔因伫这个主教内面，一直听到同款的圣经故事，日子一个久长，这个囡仔因变做老师心目中的这个老油条，也是讲捣蛋鬼吼。因这个故事，因这个囡仔听甲熟，无什么款的新鲜感，所以伊嘛坐袂调。等于到青年期，上了高中、大学以后。就干脆无要过去教会啊！
这是何等个可惜的代志呢？这个就是主要基督所讲的，这个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来绊倒。马太福音第18章第7节，因为咱若无看重囡仔因的需要，也是只有对着因的囡仔因迄个调皮捣蛋来发脾气，其实个互因感受到无受这个接纳，所以当这个囡仔长大以后，确实带着这个被拒绝以及受伤的心来进入这个世界。那么这个世界当然会变做一个有祸啦，所以减一下呢啊。那么这个宣教师马里逊甲这个戴德生，因分别拢是伫25岁到21岁时，去到中国来做宣教。那么咱这个年纪的囡仔呢，确实规日伫无闲伫上网，甲朋友来聊天开讲，所讲的拢是一寡最流行的这个话题。那无就是沉沦伫这个拍这个电动玩具，也是讲伫飞这个手机。那么父母甲教会减通继续随在因去随波逐流，顾在因嘛。到底是甚物人爱来驾驶因、帮助因去过一个分别最善的这个生活？如果一个宣教师对呼召，较真正踏入这个服侍的工场，要有10年的这个装备期。那么对10岁到15岁这个囡仔，拄是未来马里逊到这个戴德生开始伫领受的意向，并且接受这个装备这个启蒙期呢。保罗伫劝勉这个提摩太讲，毋通互人小看你年轻。提摩太前书4章12节，咱千万毋通伫囡仔因小看因家己以前，大人却大声小看这个囡仔。囡仔一定会出现伫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，无论是咱家己的囝，无论是教会内面的这个囡仔，还是朋友的囡仔，还是偶然去遇到这个囡仔等等，上帝拢会用到各种的方式，用无共款的所在。将囡仔因放伫咱关家这位下面，所以呢，毋通小看囡仔因年轻。所以做父母的人，还是做阿公阿嬷的人，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带囡仔因、带孙仔因来信主，用疼心、用好的模范，甲祈祷来建立因。咱应该来看重遮个，伫教会内面长大这个囡仔，因为因是教会上界好的这个资源，也是将来上界好的这个同工，咱应该互因伫成长过程中间受到上好的栽培甲训练。最后所是何等的看重囡仔因呢？最后所以讲，囡仔为着我的名，接待一个亲像这个细囝的，就是接待我。记载伫马太18章第5节，所以看重细汉囡仔就是等于看重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一定呼召咱去教做囡仔这个关键。所以亲爱兄弟，今日有甚物人愿意要回应这个呼召呢？那么等下当我咧祈祷的时，请有感动的人，请你伫你的心内轻轻甲主耶稣讲主啊！我愿意，请你来使用我，阿免。咱这点要来吟回应诗歌，牵我的手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要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
汉怎行？有时间啊，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犹稳犹定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有时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间啊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犹稳犹定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间啊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犹稳犹定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我会惊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间啊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予我的脚步犹稳犹定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这条路我袂搁行，我需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
我袂行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好我的脚步犹稳犹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一条路我袂搁行，我主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我袂惊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好我的脚步犹稳犹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一条路我袂搁行，我主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我袂惊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好我的脚步犹稳犹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一条路我袂搁行，我主要你来作伴。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，请你莫离开我。我袂惊，有时不知喊怎行，有时干那听袂着你的声。牵我的手，请你甲我作伴，好我的脚步犹稳犹行。行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到你的门前，听着你的声，甲我抱入来我的行。这条鸭头，同心三甲来祈祷吼。亲爱宝贝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是这个网络的礼拜，我对视录马太福音第18章第50到第7节以及第10节，
阮做来思想，这个题目就是唔通看轻这个世界内面的一个。对今仔的事情中间，互阮通知影，保罗这苦劝勉励提摩太讲，唔通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咱千万唔通伫囡仔因小看家己以前，大人所生小看因。囡仔因就会出现伫每一个人的这生活中间，无论是你家己的囡仔，还是教会内面的囡仔，还是朋友的这个囡仔，或者是偶然去遇到的囡仔等等，上帝拢会用各种的方式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将囡仔因放伫咱管家的职务的下面。所以唔通小看囡仔因年轻，但咱在做老爸老母的人，还是做阿公阿嬷的人，才一定都会把握到好的机会，带囡仔因、带孙仔因来信主，用着疼心甲好的模样，甲祈祷来建立因。咱也着爱看重因才会。伫这个教会内面长大的这个囡仔，因为这个囡仔拢是教会最好的这个资源，嘛是将来上界好的这个同工。咱应该予因伫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得到上界好的这个栽培甲训练，最后说是好点的看重因。所以最后所讲，囡仔为着我的名。去接待一个亲像这个细囝的，就是接待我。所以看重小朋友，就是等于看重主耶稣。今日主耶稣伫呼召咱，爱去做遮做囡仔因的关家。父亲阿爸爸上帝，阮今仔日要为着每一个囡仔受洗进入你的国度来欢喜甲快乐。有主耶稣啊！伫阮的四周围，还佫有做遮个囡仔，流浪伫这个羊条的外面，望你的大官人的双手，一直来牵因进入你的厝内，保持来的圣神，你伫阮中间已经呼召了一寡人，要来领受这个管家的责任，愿你用油。抹伫因的身躯顶，佮赐予因有疼心、有耐心、有智慧甲怜悯的心，将主耶稣基督的活命甲荣耀带来予你纯真的这细汉囡仔。啊，阮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祈。阿门。头一条，罗牧师要甲恁祝。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，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教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乡亲、时代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的礼拜，伫这个所在就要告一段落。嘛，咱伫后回同一个时间，伫空中来相甲见面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多谢努力，再会。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，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普天的传福音，求
也好化乎伊的面光照你，愿因平安，愿因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认着基督万百姓做下成改行，虽然规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令普天的团互因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命互伊的面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背后地欢喜的面看你。